北凉世子徐凤年车驾过阳城，请。打听过了，这里确实刘丽婷的住处。这人口碑如何？都说他文章不错，从小就很有才名。家族呢？刘家在扬州，只能算是二等末流氏族。那就不对了。哪里不对？卢家在扬州是1等1的名门，家主吴道林官拜礼部尚书，还在京城兼国子监右祭酒。这等人物，就是张居禄庄稼了，也要讲几分情面。可刘丽婷多大胆子，敢惹卢家的媳妇儿？世子，全城都知道，是小姐先动了心，不是刘丽婷先招惹的。我姐何等的人物，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这男女之事，谁又能说得清楚？够了，真相如何，一探便知。淑修，看你的了。阁下是？在下卢东阳，卢府管家。卢管家好，北凉世子徐凤年路经此地，专为探亲而来。这倒巧了。卢府今日不会客，各位请回，择日再来。啊，我等初到阳城，并无住处。这与我何干？或者卢管家帮忙通报我家小姐。徐之虎败坏家风，有何颜面出来见人？卢管家，无论真相如何，还是麻烦卢管家通报一声。你干嘛？这家伙故意羞辱人啊！关你什么事啊？看不过去啊！哎呀，你忘了卢家和楚国的仇了，还往外跑，你不怕他们认出来？那时候我才多大，谁认得出来？都说北凉荒蛮之地，果真不懂礼数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今日不会客，我通什么报啊？哎呦，这魏舒阳也是窝囊，这都不发火。卢家和北凉结亲，那就是天然的盟友。魏舒阳要考虑两家关系，不会乱来的。哎呦，哎呦！这把刀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别闹太大。这是阳城，这不是你们北凉。北凉行事待人，其实一直都很简单。待我以礼，还之以礼；待我刀兵，还之刀兵。卢管家莫怪。开门！快开侧门，让他们进去啊！开中门！开中门，要家主张口才成啊。嗯，我真做不了这个主，要不我去给你问问。不用麻烦了，把中门给我拆了。啊！来给我吧。哎呀，你就别跟着了，忙你的去吧。这人就刘丽婷，其他读书人讲究君子远庖厨，他倒肯亲自下厨，也算难得。娘子啊，
是我。我姐不会看上他。世子如此确定？我姐心里有人了。卢家病死的公子。我姐心里的人在武当山。武当山，那不都是道士吗？去办事吧。来，娘子，尝尝这个汤，我可是熬了很久了。还气呢？那气坏了身子就不好。气死拉倒，刚好趁了你的戏。我实在是冤枉啊！你也知道，是那大妇主动缠我，实在是无妄之灾。那女子可比我年少。娘子，我对你是一片真情，怎么会对那种荡妇动心？你怎么就不信我了？那女子不知廉耻，你以后少去见她。不行，避之不及，早会相见。尝尝，啊，别生气。夫人还没动筷呢，等吃完了再来收拾。这一下来越发没有规矩了，别生气啊。你去看看。谁啊？琉璃亭刘先生。这又是谁呀？都到家里来了。我也不认识啊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要做什么？哎，味道还挺好的。琉璃亭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夫人息怒，我当真不知此女是谁啊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进的府门？你给我出！哎，不是，息怒，别生气，叫人拿下，送官衙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叫人。夫人的簪子还挺漂亮的。你干什么？姑娘若是求财，把人放了，一切好说。我不要钱，只要命。刘先生的名声这么大，不如借命一用。我与姑娘素不相识，哪来的怨仇？你我并无仇怨，可我和北凉不共戴天。在下与北凉也并无干系呀。徐之虎是徐骁的女儿，那你应该去卢府杀徐之虎才对啊。卢府戒备森严，再说了，卢家还有一个唐西剑仙卢白洁在，我也闯不进去。这可亮堂多了。是不是闹得大了些？越跋扈，京城那边越放心。真守礼了，反受忌惮。毕竟是世子折家，岂能受辱？咱进去吧。今日是卢府失了待客之道，我替管家们给各位赔礼了。罢休剑，你是唐西剑仙卢白洁。李剑神面前不敢提剑仙二字，晚辈已久闻剑神大名，今日斗胆，愿领教两袖青蛇，砥砺剑道。你怎知李剑神在此？芦苇荡一战，李剑神威压四方，已传遍了江湖。前辈，可愿赐教？亲娘，大小姐，魏爷爷，大小姐，来得这么快。凤年呢？他去江心郡了。这个傻瓜。小叔，你这是？久别重逢，你们先叙旧吧。
我知道了，卢白洁是卢家人里边，我也把徐志虎当做自家晚辈的。姑娘要杀徐志虎，确实不容易。女侠，你要杀的是徐家人，我可是姓刘啊！如今江南谁不知道？你和徐志虎面奸情热，杀了你，让他也尝尝心痛的滋味。姑娘，姑娘，那贱人虽然痴缠外子，但外子却对其嗤之以鼻，并无什么奸情。夫人怎么不跑？夫妻本同命，我怎能弃他而去？这么好的夫人，夫人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与那徐志虎并无牵连，还对其厌恶有加。你对他什么感觉不重要，关键是他喜欢你，所以杀了你，他一样心疼。姑娘饶命！女侠饶命！闭嘴！娘子救我！姑娘，我与宫里贵妃乃族亲，姑娘行事可想想后果。报仇的人不会想这么多。哎，等，女侠，我能帮你杀了徐志虎啊？怎么个帮法？那荡妇对我贼心不死，我约他私会，他定然会赴约。这浑水孽堂！我这就写信约徐志虎出来，你看我守护夫妻之礼，怎会逃脱呢？啊！也对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你们可以逃走，也可以大声叫喊，看看有没有人会来救你。不敢，我寻笔墨。接下来的话，不能让他听到。什么话？我和徐志虎之间真正的关系。多谢大小姐。不必多礼，能见到北凉府里来的人，我心里高兴。坐吧。其他人也都安排好了住处，你放心就好。哎呀，只是凤年，他应该先来见我呀。世子也是听了传闻之后，想要亲自去看看。我和那琉璃亭之间，并非坊间所说的那样。怎么说？是你在纠缠徐志虎？确实如此。每逢徐志虎出门，我当时随机应变，斥责徐志虎不守妇道，屡次纠缠。你反应倒是挺快的。也是无奈之举。之后呢？那次还是相信我，一气之下动了手。你还敢还手啊？待我刀兵还治刀兵，北凉人向来如此。所以，我和徐志虎之间并无情谊，他对我恐怕只有恨意。女侠如果要杀我，他并不会心痛。还是不对。既然是你纠缠徐志虎，那他为什么不出言反驳？这点我确实也想不明白。或许是他孤傲清高，不屑解释呢。那个琉璃亭素有闻名，而我呢，出自北凉，江南人把我们北凉人当作凶魔疯兽，你觉得会有人相信我说的话吗？那卢家呢？你毕竟是嫁过来的，他们对你应该不一样。说是嫁人，其实就是卢家和北凉的交易罢了。交易成了，我也就什么都不是了。要不当初怎么会找一个快要病死的娶我呀？
小姐，受委屈了。不委屈，是我自己愿意的。能用我自己换来北凉的盟友，我觉着挺好。我是说，您和琉璃亭的传闻。不认识的人毁我谤我，与我何干呀？我根本就懒得争辩。世子一定不会误解小姐的。我知道。他呀，怕是为我出气去了。空口白话，我凭什么信你？刘宝可以对天发誓啊！啊！卢家在江南什么地位？你能比吗？这个比不了。那你为何还要纠缠徐之虎？她虽是寡妇，但她也是卢家人。你和她传出这些闲话，不就得罪了卢家？徐之虎确实美貌，所以我对她都……为此，你就用你的前途冒险？你觉得我能信吗？解释不清了。我看还是杀了你算了。女侠到底和北凉结的什么仇啊？你倒盘问起我来了。有些事儿，我要不知道女侠的身份，我死也不会说出口。告诉你也无妨。我是楚国公主。西楚王国公主。你就让我每天弄成这样，在府里走来走去。你还想走来走去？这是卢府，你就躲屋里别动了。那也太夸张了吧？总比丢了命好。有我在，他的命不会丢。多谢前辈，有前辈护佑，我就放心了。是徐凤年叮嘱我护着你，要谢他吧，小丫头。谁要谢那家伙？老头，怎么了？我的神符呢？那个是我借给你的，你给弄丢了。小点声。是徐凤年那个小子刚才借走了。我的匕首，他凭什么借？他借神符做什么？这把匕首，认识吗？西楚传国匕首，神符。你倒是认识。史书记载，此匕首可换12成。这等宝物我有所听闻。你真的是西楚公主？你活到现在没有死？你希望我死了？哦，不敢不敢。那我知道了，徐消灭了楚国，公主因此有恨理所当然，还请公主见谅。听闻徐凤年快要到江南了，公主此时出现，我难免有所疑惑。我这次来江南，就是找机会杀了徐凤年。你不过就是个天头。我和公主的目标是一样的，也是与北凉为敌啊！公主稍等。公主，你看，翰林院，京城的信。
刘某的好友，现在是翰林院的庶吉士。败坏徐知虎名声，是他教你的？他说，朝廷向来忌惮北凉，如今北凉与江南联姻，更是心腹之患。我若能败坏徐知虎的声名，说不好就能让卢家和北凉反目。虽然这么做会惹恼卢家，可是说到底，险在地形。等我再去京城，未来前程不可限量。所以，这从头到尾都是阴谋，并不是什么君子好色。哎呀，怎么能说是阴谋呢？读书人为国效力总是应该的。这些事，他知道吗？并不知情。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他恰好碰上你的夫人。不是巧合，他是专程来寻我的。不是巧合，是我让人传了消息，才让内子赶来报国寺的。然后利用你夫人同族的关系，让宫里那位娘娘帮你大肆宣扬此事，这样你的名字就能被皇上听到。刘丽萍，你连自己的夫人都算计。顺势而为，怎么能说是算计呢？公主，这回该相信我了吧？我和公主的目标是一样的，都是与北凉为敌啊。这么说来，确实如此。可你也真够狠的，徐知虎可真被你给毁了。卢家家规森严，按我的想法，卢家最好能对他动家法，到时候死了都有可能。只可惜卢白洁一直护着他，不过没关系，咱们现在有机会了。什么机会？如果能确定徐凤年的行程，有我和徐知虎的传闻，他定会单独接我。到时候公主出手杀了此贼，对你来说是报了国仇，而对我来说呢，就能彻底毁了卢家和北凉的盟约，两全其美啊！厉害啊！真不愧是读书人。信是谁写的？你又是谁？晋兰亭，没听说过。翰林院庶吉士这么多，世子没听说过也很正常。就不知道到底是谁的人。张巨鹿，还是别人？不好判断，不过这手段倒是阴险。这个晋兰亭，回头得好好查查。你刚才做的不错，但还是有破绽。他说他受京城指派时，你不应该这么轻易缓和下来。楚人恨徐骁，更恨黎阳皇室。他说他夫人跟皇室贵妃同族，你态度要更强硬，才符合扮演的身份。我哪有世子这么深的心思呀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徐凤年，刚听说你要杀我，这倒没什么。但想借卢家害死我姐，这就到我底线了。待我刀兵者，还以刀兵。刘丽萍，是你自己选择，给你带来的终局。来人呐！世子，他怎么办？他打过我姐一巴掌，我姐也还了他一巴掌。这事儿，就算跟他没关系了。就这么放了？要不杀了吧，顺手的事儿。做人做事儿，还是要有点底线。这是要把刘大人送到哪里去啊？这是犯什么事儿？家里的人怎么处理的？那些家人都只是被捆绑住，并无伤亡。好。怎么把嘴堵上了？拿掉！救命啊！北凉世子徐凤年要杀人了！喊，接着喊！徐凤年动有私心，黎阳城王法何在？天理何在啊？没错，我就是北凉世子徐凤年。诸位，把这名字给我记好了。兄弟，
杀我！你要杀人，人便杀你，这就是天理公道。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投降师傅门下。最后一点骨气也没保住，走，回阳城。走！徐伯年！徐伯年！徐伯年，你把我放开！徐伯年！你刚才还说芦苇当刺杀遇险，这会儿李建神也不在身边。此去江心郡，世子是临时起意，不会遇到刺杀的。可我担心的还不仅仅是他，他身边护卫众多，都还遇到刺杀，那黄蛮孤身去了龙虎山，岂不是更加艰险？小王爷天生神力，必能自保。在神力中也是人。我当初还以为，只要我嫁过来江南，他们几个就能安稳地留在北凉。没想到，姐弟4个到头来，还是天各一方。小兄弟，请问这是龙虎山吗？请问上山该往哪边走？哦，多谢。你在看什么？等山楂。山楂？等山楂熟了，我要留给我哥吃。你哥是谁？这是我哥。你姓什么？徐。哦，你是徐龙象。这么巧，知道你在龙虎，没想到刚来就遇上了，这大概就是命了。你是徐龙象。这么巧。知道你在龙虎，没想到刚来就遇上了，这大概就是命了。你想打架？都说徐家次子心诚如镜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阁下，想对我徒弟做什么呀？龙虎天师赵熙团，你又是谁呀？一场误会，再下来龙虎山也是为了寻人，打扰天师，就此别过。哎，我让你走了吗？老大师，咱们打他吗？三千红丝。韩雕寺是你什么人？晚辈也是奉命来寻人，还请天师通融。你刚才想动手？误会而已。给我徒弟认个错。在下一时糊涂，还请小王爷息怒。不打了吗？这是我衣钵传人。1万个妖就够了吗？还请小王爷息怒。不打算。要不，我磕一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无名后辈，不足挂齿。你走吧。多谢天师，多谢小王爷。
能屈能伸呐，新一辈又要出人才喽。老道士别怕，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帮你打他。什么老道士，老道士，你得叫我师傅。老道士师傅。哎呦，行吧。相公，相公，夫人。这刘先生已经被马拖走好一会儿了，带头的那个自称是北凉世子徐凤年。哎，你看，那不是刘大人吗？刘立亭刘大人，这刘大人被谁拖在马后边？你呀，又闯祸了。你好像瘦了。姐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凤年，凤年，凤年。上柱国好悠闲呐！哟，寒雕寺，哪阵妖风把你这人猫给吹来了？前几日不在京，上柱国莫怪，这不，刚返京就来给上柱国问安。天下宦官之首，给我问安，当不起啊！上柱国这局势有些险峻呐。怎么？你看着我这是要输啊？怕是赢不了。这么些天，他一盘棋没输过。这难道还能救啊？他呀，赢了才往下下。要是快输了，他把棋子儿全糊了了。这齐品可有点无赖。哼，何止齐品呢？齐品如人品，啊！世子倒是得了上柱国的真传呐。我那宝贝儿子，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了？
江南密报，上主国请看。哎，既然是密报，我就不看了。事情不小，上主国还是看看吧。我现在已经老了，啊，眼也花了。你说给我听听。世子在江心郡闯入江南名士刘黎亭家中，随即将刘黎亭绑于马后，拖至阳城，把人活活拖死。此事一出，文坛震惊，江南学子联名弹劾的奏章已经在入京的路上。既然人死了，那就把他法办了。跟我说这干什么？第二份密报，世子入阳城时遇刺客伏击。上柱国不问问世子生死吗？他要是真的死了，你就带着禁军来找我来了。上柱国这话里藏的什么意思啊？说什么？这些当宦官的，这弯弯绕就是多，啊，做事说话黏黏糊糊的，一点都不敞亮，这见着就烦。你们斗嘴，别扯我头上啊！刚才不算我啊，是他打扰的。哎，又来！经查，世子背后被刺客击中，血溅当场。该你了，赶紧啊！幸好随行骑兵救援及时，世子洪福齐天，有惊无险。这会儿在卢府养伤。哎呀，哎呀！小心点，怎么样？伤口复原的还不错，只受了点皮外伤。要是再偏一点，恐怕连命都没了。这小子，姐，你放心，祸害1000年，我可没那么容易死。你还说呢？知道有刺客，为何不小心防备？我这不是着急帮你出气吗？刘黎亭死了，他想害你，罪有应得。你知不知道他那发起想高官抓你？当街杀人，连王法都不管了。府衙不肯接状子，对外说是衙里官吏受了风寒。难道是怕了我世子身份？这是江南，怕你北凉世子做什么？要说啊，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卢家啊早该把你赶出府去了，才不想为你接下这么大麻烦呢。那怎么就改主意了？要说呢，祸福相依，这伤啊也算来得及时。世子这一伤，可把卢家上上下下惊着了。本来刘黎亭一死，卢家就打算抽身事外，让世子自己去应对江南群情激愤。可偏偏这时候，刺客就伤了他。哎，还是怕北凉，啊？是啊。世子闹得再大，卢家都敢翻脸训斥，毕竟是有姻亲。可刺客这一闹，这事儿就麻烦了，卢家就得小心护着世子，可不能让您觉着是他们下的杀手。
都是亲家，没必要那么小心翼翼的。张，平日连炉炭都不给咱们屋里送。卢家对你这么苛刻？那是。好好换药，别胡说。你别听他胡说，我在这儿过得挺好的。咱们说正事儿，爹现在在京城，正在替你保住世袭罔替呢。只是如果江南和北凉不起任何争执的话，皇上怎么肯把北凉王位留给你呢？上主国，陛下想看见什么，你该知道。陛下喜欢看什么，我哪知道？徐凤年在江南杀人，可说是凶悍暴虐。可陛下看着高兴，他闹得越厉害，江南文人越恨他，陛下就越满意。你倒是肯说两句实话啊！可这一受伤，卢家小心翼翼地护着，局势就不好看了。哎，要么这样，让陛下下一道旨意。下什么旨意？下旨，让徐凤年杀他几个卢家人，来，到时候那个卢家跟徐家一定闹翻，这样大家就皆大欢喜了嘛。上主国莫开玩笑，陛下怎可能有这种旨意？那你让我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传令给凤年，让他杀自己的亲家。徐凤年想要世袭罔替，北凉就必须是固镇，该怎么做？上主国自己掂量。这棋没法下下去，重新来过。言尽于此，告辞。凤年此行遇到福建洪家刺杀，上一代洪家人就是死在他的手里。你说这刺杀跟这个寒雕寺是不是有什么牵连啊？跟你下棋就已经头大了，你何必难为一个和尚？上主国，不过寒雕寺说的也没错，卢家和北凉不闹翻，你要的世袭罔替就守不住，你就没备个后手？下棋啊！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啊，这次啊，就看这小子运气了。要我说呢，你先好好养伤，等伤稍微好一点了，在卢家找个由头大闹一场，做出个样子来，然后就什么都好说了。徐骁让我来江南，就是想让我和卢家闹翻，但是我没打算听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卢家。徐骁谋划良久，运筹帷幄，明棋暗棋，可谓把一切变化都算到。但他唯独没想过你的处境。别瞎说。我跟卢家闹翻很容易，他们又不能杀我，大不了我拍拍屁股走人。但你怎么办？你要留在卢家，他们会怎么对你？他们对我挺好的。哪儿好了？除了卢七爷，就没一个好人。你去换盆热水进来。哦。你别听他瞎说，也不要乱想。好歹呢，我也是卢家的媳妇儿啊，他们待我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。你就安心办你的事儿，只要守住世袭罔替，
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手北凉。一切要为了大局着想。为了大局就活该让你受委屈吗？这样的大局我宁愿不要。让我跟卢家闹翻可以，我就一个条件。姐，你跟我走。傻小子，跟我去武帝城也可以，我找人送你回北凉也可以。再不成，我让人送你去武道。我哪儿也不去。姐，你就不能为你自己想想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你的心思了。你先好好养伤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们再慢慢聊。好好休息，姐不吵你。小姐。嘘。少爷一来，府里好说话多了。这个月的月例银子，说是待会儿就送过来，比往常快了许多呢。你坐。小姐有什么吩咐？你帮我叫辆马车，别让府里发现。小姐要去哪儿？去祭拜亡灵。你要去刘家？嘘，小声一些。不能去啊，小姐！你这一去，所有人都会以为你真和琉璃亭有私情的。没事，按我说的办。小姐，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。凤年不忍心做的事，只能我来做。去吧。哪儿叫的马车？车马行，没让府里发现。嗯。你回去吧，我自己去刘家。我陪你去。不行，凤年这孩子聪明，见不着我会问。如果他问起，你就说我给他请大夫去了，别让他起疑心。小姐，不用担心。要不这样，回头你跟着凤年离开江南，省得留下来受欺负。我要跟小姐在一块儿。真是个傻孩子。回去吧。江心郡琉璃亭府上。是。徐凤年受伤了，又没死。你听我说，我想来想去，总觉得徐骁让咱们俩一路同行，怕是不怀好意。万一真要有什么阴谋诡计，就得靠徐凤年了。靠他？未雨绸缪，受伤了看望一下也不费事。哎呀，走了走了。听闻世子遭遇刺客，万幸并无大碍，不知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？世子，怕是睡了。哎。不是受伤了吗？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二乔在吗？你们这个月的月例银子。我们是来找世子的，请问我家世子去了哪里？我又不是这个院里的，我怎会知道？那我们再去问问。
见过宰辅。徐骁什么反应？说了半天，没句准话。听说儿子遇刺，也没反应吗？面不改色。哼，什么人土？分明是人精。徐骁费这么多事，就为了世袭罔替，绝不会就此收手。要我看，徐家必定会和卢家闹翻，到时候陛下恐怕真会将世袭罔替保留不变。北凉不能再姓徐。刺杀也落空了。李淳罡在徐凤年身边，那就是杀不掉了。办事的人已经去了龙虎山，龙虎山藏的那位，应该能和李淳罡抗衡。无底潭边钓鱼人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山下有个无底潭？啊，杀个小舅子还真不容易。龙虎山藏了高手，这种江湖事，宰辅何必劳神？总之，请宰辅放心。一定不会让徐凤年活着回北凉。你明知陛下不愿杀徐凤年，为何帮我？绥靖之策，后患无穷。是这道理。杀徐凤年，北凉必反。然而，当断则断，乱一时好过乱一世。有我在，定能平定风波。宰辅真是国之干城，可要说你是一心为国，我也不会信。我不管你杀徐凤年求的是什么，但我先提个醒：若有伤国体，我不会放过。要杀徐凤年，就别拖太久。请宰辅静待佳音。还真有钓鱼人。去试试。去江心郡不会这么快，为何停车？
凤年。 这也可以。我让宁安梅的凤子营守在卢府前后门，二乔一出来，我就知道了。你伤还没有好，不该自己出门啊！我不出来，谁能劝你回去啊？江南不是只有一个卢家。等我伤好了。 找个机会和江南文坛作对，多招惹几家京城一样的蛮夷。姐，我闯祸的本事，你总该相信吧？当然相信。那你答应了，别再委屈自己。我整天追着你跑。 我的伤可好不了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不让你担心。这就说定了。给我点时间，等我伤好了，闹得个天翻地覆。 他是死了吗？睡着了。前辈如何做到的？福将洪甲都给了你，韩雕寺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师父。你就是那个私生的皇子？这您都知道？ 我还知道，你此番来龙虎山找我，是为了杀徐凤年。您是神仙吗？为何要杀徐凤年？为国除害。不对，你是想引发天下大乱，趁乱而起，夺取皇座。这是传国玉玺。人力终有时而穷，而思绪的变幻，却有着无限的可能。繁华山色，春雨冬雷，入眼入耳，终是入心。喜怒哀乐，爱恨冤仇，皆自心起。人心，才是躯体之主，万物之境。 我的功法就是围绕着心智而生。刚才我用这喜印乱了你的心神，随即引你入梦。你在梦中看到的一切，都是你心底无限期盼的景象。都是梦。那这玉玺，假的。也许只有这传国玉玺的名号。 才能瞬间破你心防，因为在你心底里最渴望得到的，就是至高皇座。这种功法，岂不是和天神一般？没那么容易。我要先了解你的过去，猜测你的心思。
然后还要找到一个能够乱你心神的契机，才能引你入梦。您了解我？我早就知道你。我听师傅说，您也是皇族。我不会出山。北凉拥兵自重，未来一定是黎阳朝的心腹大患。杀了徐凤年，才能消除隐患。没钓到鱼，我出不了山。钓鱼？钓什么鱼？我帮您钓。好啊，那你就先试试，把那钓竿拔出。啊？这水潭有多深啊？韩雕寺没说这是无底潭吗？无底？那您在钓什么呢？千年胶泥。世上哪有这种东西？您说测人心思、乱人心神才能让人入梦，怎么对他就这么容易？韩雕寺把这些人塞进红甲时，已经抹去了他们的心智，自然容易。您钓胶泥多少年？20多年了，还没钓到。按辈分，我该如何称呼您？不用算辈分，叫名字就好。赵黄巢。哎，晚辈可不敢。叫先生吧，总归还是得尊敬些。今日不下棋了？这几日下棋，一直等你开口。既然你不肯说，那我就直接问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拜托你帮我查一下20余年前，我们家那口子在京城被伏击之事，都有谁？实在是难查呀。是难查，可每次咱们一碰面，你第一句话就会跟我说未有进展。这次来京城，咱俩碰面，杨太岁，你对此事只字不提，刻意回避，查到什么了？具体名单无从入手，不过倒是有一个消息：当年王妃遇伏，有一个人在京城。谁？只是在京城啊，未必参与动手。你说，我来查。这个名字，我迟迟忍着不说，就怕给你惹来祸端。我会怕吗？说说看。先生，您都在这钓20多年了，偶尔出山走走，回来再钓，不是也一样吗？20年前与人交手，攻伐反噬，如今靠着无底潭镇住心神。若无胶泥，我一生都无法出山。谁能上得了您啊？还能有谁啊？武帝城那位，
望先知。